别碰我弟弟！放开他，我求你了！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不要碰我弟弟。你们快些收拾好了，就准备午膳吧。再有多半个时辰，芈月就该回来了。好。给我拿下！你们想干嘛？魏少使之子公子壮丢失了一把宝剑，魏夫人命人彻查，终于发现了行窃之人。大秦有秦律，秦宫有宫规，在下只好不客气了，带走。你们干嘛？干什么呀？你们干嘛？哎，放开！小冉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兔子，老这是实点！芈月所住之处，无论何事，只有王后才有权处置。你们回滚！大王要王后静心养胎，他什么事也管不了。如今呢，是魏夫人奉旨主持后宫。哼，走！不行，小冉，快去找芈月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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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冉，你不能进，你不能进呐！姐姐，放他进来！小冉，姐姐来了，不怕。永香莲为何恐我弟弟？奉魏夫人之命。魏夫人？魏夫人为何抓个孩子？你弟弟偷了公子壮的宝剑，按照秦律要砍去双手。那宝剑不是我偷的，是我捡的。更何况你芈月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岂不知礼法有云，男女7岁不同席。即便如此，此处是后宫，除了大王和各宫公子之外，不可以有其他男子，除非处过宫刑。小冉捡了公子壮丢弃的宝剑，就算有错，也绝非偷盗。至于后宫无外男，小冉是我弟弟，如今也不过是个10多岁的孩子，何况此事我已经得到王后的允许。王后许可是私情，我行的却是秦法宫规。后宫不容外男，若是偶然闯入，或可逐出了事；若是奉诏而入，也不可过夜。你这个弟弟在宫中居住已非一日，为避人口舌，只能宫刑。不准碰我弟弟！不准碰我弟弟！放开我！姐姐救我！姐姐，别碰我弟弟！你敢动我，死你全家！放开我！你动我！哟，气性还真大，可惜呀，景离孤身一人，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你找我来好了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你我无冤无仇，何至于此？我奉命行事，只是魏夫人有话，一定要等你来了才能动手。现在啊，时辰正好。姐姐救我！这样水嫩的小童，只要1刀的功夫，就成全他了。别碰我弟弟！放开他！我求你了！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不要碰我弟弟！我可什么都不要，只是魏夫人要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好，我懂了，我去找魏夫人。芈月是聪明人，早这么做，省了多少周折。姐姐，我好怕。小冉，别怕，姐姐一定想办法救你，别怕啊！等我，一定等我回来。姐姐一定要来救我！夫人，芈月求见。
芈月来了。我在焚香，如此雅事，只能心静，千万急不得，只好怠慢了。心思恶臭的人，再焚香也无济于事。有人死到临头，还敢嘴硬啊？你要害我，就冲我来，不要害我弟弟。谁敢害你呀？你可是当今王后的妹妹。至于那个违反宫规的小童，大王委我主持后宫之重任，不好因为你是王后的妹妹，我就徇私舞弊，只好按照规矩办了，对吗？魏夫人用不着兜圈子，你说吧，究竟要如何，你才能放了我弟弟？妹妹这话可就说差了，我向来都是与人为善，成人之美的。我看你在王后身边日日委曲求全，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。妹妹如此启年月貌，若是只以幼女身份终老秦宫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先王后陪嫁中有一小臣之子叫魏成，20有余，与芈月年貌相当，我意欲为你们做个媒，这对玉姬为聘，如何？你要我离开这里？不是离开，是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放了我弟弟。2日之内，我会安排你出宫成亲，你与他成婚后就离开咸阳，随他去大梁吧。你那弟弟姓魏，说不定我们还是同族呢。我会为他在大梁安排一个出身，如何？只可惜我是王后的人，不能由你左右。眼下王后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护得了你呀？更何况你是心甘情愿的，她不能为了一己私欲，就耽误了你的美好姻缘。你如何才能叫我心甘情愿？这难也不难。王后眼下被禁足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你乖乖地按着这上面的话抄写一封书信，就说你和魏成两情相悦，要和他白头到老，共度终生。辛苦你回去就这么做，明日我派人拿着这封书信去跟王后提亲。魏夫人筹划得好周全，为了成全你们，总是要滴水不漏的嘛。我要是不写呢？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明日一早，我若是拿不到这封书信，你那个弟弟可就一刀全了了，从此倒也干净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去禀报王后，说我有要事，必须马上见她。稍等。丹茂姑姑，快带我去见王后。你是故意为止，还是昏了头了？大王有令，外人一律不准进入交房殿。那麻烦姑姑把王后请到门前。你安的什么？你安的什么心呢？王后心情愁苦，日夜难眠。今日好不容易能睡个午觉，你又来打搅。你有己无人，根本不顾王后有孕在身，又被禁足的辛苦跟烦恼。魏夫人让永香令捆了小冉，说小冉违反宫规，要施宫刑。魏夫人眼下主持后宫，要杀要罚，谁能拦得住啊？何况秦宫有秦宫的王法，那魏冉被罚，该是事出有因。且不说王后正受挫折，大门都出不去，
就算他还能说得上话，因为你们俩姐妹的关系而袒护你，定会被人诟病。还是回避为好。魏夫人捆萧然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她是要把我赶出宫去。哦，她用弟弟的性命来要挟我，逼我嫁给一个魏国小臣之子，说明日是最后期限，若得不到我的承诺，她就要对弟弟下毒手。这事可就难办了。按理说，你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婚姻之事轮不上魏夫人插手。可眼下王后被禁足，又身怀6甲，若硬撑着为你出头，与那魏夫人纠缠起来，弄不好有了闪失，谁能担待得起呀？你一向疼爱魏冉，定不肯叫她受苦，但不苦她，就只好苦你了。此事还是你自己做个决断吧。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你一定要帮我！呆猫姑姑，芈月，你可是公主身份，怎可给我一个奴婢下跪？我知道，姑姑一向不喜欢我，可眼下救人性命是大事，求姑姑一定要帮忙。王后已经自身难保，你还是不要连累了她才好。何况你芈月一向足智多谋，就算没别人帮忙，你也能过了这个坎儿。呆猫姑姑，关门！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呆猫姑姑，姑姑！这整日里躺着，躺得整个人都软了。再过几日，小公子就要出世了。女医治说，让您没事啊，多走动走动，免得生的时候太受罪。玳瑁姑姑呢？玳瑁姑姑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月儿来了？哦，是芈月来给王后问安，听说王后午睡就走了。也是，好久没见月妹妹了。姐妹说话还要隔着堵墙，不如不说。再扶我在屋里走走吧。